低 B 新娘晒婚照話，婚書唔代表咩。朱葛紫棋次次出嚟都晒 New 維二少薛嘉倫幾咁錫自己，早排佢終於修成正果啦，索得一紙婚書。其實我要好多謝我個先生，佢咁包容我啦，愛錫我啦，支持我啦。因為其實我自己性格比較唔可以話我低 B 嘅，即係不過比較搞笑啦，即係可能有時會即係好中意整蠱玩嘢啦咁樣。咁但係佢都會陪住我玩啦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好難得咯。我都會一樣都會好似佢咁樣包容佢、愛錫佢、支持佢，做佢想做嘅嘢。咁婚前同婚後嘅生活有咩唔同呢？我覺得冇乜變化咯，因為我覺得一張紙唔可以證明啲乜嘢，即係你幸唔幸福都唔係一張紙，都要靠你係自己去努力去經營，去愛錫對方，咁先會一路咁樣幸福開心落去嘅。佢同老公仲打算呢個月20號大排筵席，同一眾親友分享佢哋嘅幸福添。而家睇住啲結婚相，止住喝先啦。輯相影咗成8粒鐘噶，婚紗紫棋都有份設計，睇下盡顯佢高貴嘅公主性格。